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港改欢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兔啊，观众朋友，顶礼拜应开学，咱有一间高中新学期学生囡仔唔免阁升旗，唱三民主义五党所宗哦。台北市成功高中前几日啊，宣布取消调会升旗甲早自习。具体来讲，早时第一节课到学校就会使。哦，咱大家来问家己看卖，是会甲懊恼，还是感觉安尼毋是款的？咱用数字来看，台湾学生囡仔一天踮学校的时间，会使讲是世界长，安尼是会帮助学习，还是颠倒变做脱爱？嘛，个咱即马当咧修法，18岁人都有公民权。咱讲大人大政，公民呢？学校搁咧管因的清查、食用，敢讲会通？今仔日咱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张永明理事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永明。邀请台北市成功高中学生吴新宏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成功高中的学生吴新宏。邀请全国教师会张庆峰副理事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教师会副理事长张庆峰。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咱台湾的民主在当大人，校园的民主嘛在当大人哦。成功高中即马新规定，取消早自习，而且废除调会，也就是讲，学生囡仔伫早时第一节课进前到学校都会使。今仔日下晡，教育部潘部长有讲，这个规定。后学期就是9月的时阵，都会使来实施。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2020年有超过1万人来联署，要求讲延后学生囡仔到学校的时间到9点半。教育部进前是表示，提案的内容即摆还有伫评估吼。咱看到台湾的即摆学生囡仔知影通好争取家己的权利，这个台南女中捌。有这个清查改进的抗议吼，而且学生囡仔嘛为着反课纲的微调来行街头哦。另外，咱看到伫台直、甲师大附中拢有因为要求学生囡仔会使去定学校外口的啉食来抗议和要求。另外，咱看到武陵高中有办这个公道的演习，而且台中一中、台南一中拢伫学校内底有这个政党法、学生政党的办法吼，这是咱校园民主的进展。即马咱要互18岁的公民，有这个公民权，咱这个修宪吼，正月18初审已经过关，上紧伫这个月底。议会都会表决，这些问题，咱今仔日拢要来探讨。大声，咱来看成功高中的报道。要让学生困较饱，也符合学生课纲自主学习精神。教育部目前规定，高中日每礼拜至少2天，让学生到学校时间爱春秋，啊，过另外3天依然有早自习。若办到会被处罚。按照规定，非正式课程时间，各名列入出缺勤记录。学校执行有无清楚的空间？老师在上个学期初，校务会也有提出关于这段时间的运用上面的疑虑，然后。同学呢，也从过去以来一直就在争取取消早自习的活动。规范应该更较清楚。台北市成功高中这学期校务会议通过，拜1到拜3 7点45分进前到学校，修正做逐天早起8点10分以前到学校。早自习时间改名做晨间自主学习时间。另外，到废除调会升旗，调整做办会就会宣布代志。可以多一点，可以自由弹性运用。我有认识在淡水的同学，算蛮开心的啦，就是觉得说特地就是这么的早起，延后了，往后延至少20分。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表示，教育部议员部将对延后去学校时间提出具体方案。协会调查大部分高中生认为取消早自习是应接受的方案。目前不知成功低中甲建中这学校已经取消。因为教育部现在是有一个作息时间的法规啦，然后那个天数的部分，我们会认为是可以就是
一个礼拜就是5天的早自习都让学生自主规划。因呼吁教育部针对延后上课时间提出具体改革时间表。教育部表示，各高中上课时间改做9点半到5点，已经收集统整各界意见，就相关的规定修正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现场有一个高中的学生吼，咱先来请教新鸿，学校安尼的改变，你会感觉意外无？我是感觉无讲到非常意外，因为其实伫即个规定也未施行的进前，即伫去年的时阵就有来通过，讲咱的早自习的时阵，就是袂，咱若是迟到，就是袂来记这警告，还是去做一寡服务。这是成功高中的校务会议决定的。对。毋过伫校务会议一开始的时阵，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问题，去找咱的校务主任来讲。毋过就是学校的立场的关系，所以最后讨论，阁有甲这青年民主学会者小可讨论以后，是感觉讲无我就来提出这申诉。提出申诉了后壁就是因为校长知影这件代志以后，伊就召开这主管的会议，就随来决定讲，咱就是袂来记这个警告，还是讲咱的迄个爱做一寡服务安尼。就过来就是后壁就是教育部迄个时阵嘛有来问讲，学校就是针对这件代志，就是袂使讲就是对学生做安尼的措施，所以就是伫去年的7月的时阵，伫校务会议就是有来完成这件代志，一直到这边就是咱完全的甲这早自习拢甲伊废除，安尼，就甲伊取消。是，咱来请教副理事长吼，用老师的角度来看，这个规定安怎？这款的改变？我是感觉这个改变是乐观其成啊，因为伫我服务的学校，其实我学校为107年的学年度开始，阮的学生上课迟到的时间就是8点，所以囡仔其实伊8点进前到学校拢是无要紧的。因为有的囡仔可能较早来，有的囡仔就较晚来嘛，就8点进前到。所以像讲较早来的囡仔，伊就是先来学校，伊就做伊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有的囡仔可能伊就食早顿，有的囡仔伊其实就安排去读册。所以我看为107一直到今嘛，其实阮学校大概可能烦恼讲，敢会囡仔读册都唔读啊。毋过即摆看阮的囡仔读册的状况，其实嘛是无差。是，加问一个问题，囡仔若来学校，老师敢都爱伫遐？其实无呢，阮学校因为学校的像学务主任啊、学务处的人啊、教官啊，其实伊拢会伫学校。是。那对高中生，因为高中生其实甲国中、国小有一点无共是，高中生伊做看交通车来学校的时间。所以通常就是讲来到学校，可能就是一大批，因为车就载一大批囡仔就要来啊。所以囡仔嘛，较袂惊讲，伊可能有一个人会危险的情况。所以通常就是囡仔要来学校。要来学校了，伊就直接就去要你因的教室。阮的校务处的人，伊就开始去巡。安尼。所以就看囡仔有啥物问题，其实伊伫学校嘛是会找着老师，也是找着相关的人，像教官啊，也是讲警卫啊，这些的人啊，拢会当找着人。无早自习学习的风气，敢有啥物改变？其实阮学校迄当阵嘛做烦恼。第一当实施的时阵，毋过后来吼，囡仔确实一开始的时阵就开始放，所以有的就来就开始困。毋过其实差不多1、2个月以后，就差不多稳定啊。囡仔就知影讲，伊会开始做伊家己的代志。有的是班级，就讲班级伊可能家己决定讲，全班伊可能想讲，例如讲伊可能是校庆啊，还是啥物活动。全班要做伙讨论的时阵，因嘛会利用这个时间来做讨论甲运用。那对老师来讲，老师其实伊有的老师就会来看，囡仔你是安怎去运用你的时间。那咱也是发现讲，老师也发现讲，囡仔可能伊浪费的时间，有的就讲可能你困，也讲可能看有的无的，也是你耍手机啊迄啊。可能我就甲囡仔讲，你其实你会当安怎运用这，其实拢会使。所以其实变啊做谈。阮学校是这几档来看吼，
发现就是讲囡仔伊有自由，慢慢伊就开始学安那自律啊，是，家己要求家己，因为伊嘛会去看别人安那运用这段时间，所以对于讲对于安尼一个制度啊，安尼改变，其实阮看是乐观其成的。是，咱看到吼，学生囡仔伫学校是学习的所在，啊，咱人运用时间嘛是需要学习，变做较自由了后，人就会开始去学讲安怎运用家己的时间。咱来请教理事长吼，用这个校园民主的观念，即摆这个措施的改变有啥物意义？我是想讲，这意义其实是足大的。因为咱是对2020年有应该是学生哈，就是网友公民吼，家己去联署去网络顶悬吼，家己联署啊有超过1万人吼，讲爱应该爱来讨论讲咱学生上课的时间敢是伤早是啊，即马是成功高中的做法，就是讲去学校内底吼，有学生吼，有老师吼，有主任吼，大家来讨论，就是讲拄仔有讲过嘛，吼，有一个校务会议伫学校内底，啊，即马校务会议已经有学生会使来参与啊，啊，我是想讲，这讨论是足重要，因为过去的时阵，咱即马咧讨论这早自习，吼，过去。有学生想讲啊，我想要有这早自习啊，我想要家己读册，吼，我想要早早顿，啊是我想要甲我的同窗吼讨论我报告也是安怎的，吼，伊会使来利用这段时间。啊，有的人是住足远的，吼，拄仔有讲过嘛，成功高中就有人是住伫咧淡水，吼，啊伊来。学校哦，就足远的，啊，所以我是想讲，会使互学校内底学生吼，互相来讨论这寡代志吼，嘛会使互老师、主任全部讨论讲，咱的学校未来要安怎去发展？我想讲这是足重要，这就是民主嘛。所以咱即摆的108课纲吼，是足侪的代志，是希望讲。学生会使练习讲，家己来决定，吼，家己来想讲，即摆的学习的方式是互我压力足大的，还是讲我会使透过虾米款的方式，吼来改变？这就是咱未来要行入咱的社会应该要有的即寡的能力，吼。所以讲，这嘛是一种学习，安怎来讨论，安怎来有一个。共识，吼，毋是我讲的就是对的，吼。老师有啥物款的想法，安尼互相来讨论，互相来沟通，这足重要的。就是甲学校嘛当做一个社会，进入社会进程，伫学校就已经有练习嘛，吼。是。咱来请教新鸿吼，伫学生会，成功高中的学生会，敢有管理来参与着校务会议？有。就是伫去年啦，咱的迄个高级中等教育法来修正来通过，10月1号开始实行以后，伫内底伊就有规定讲，咱有一寡的会议，就是学生会代表是会当参加。啊，毋过伊是有一个所在的问题，就是讲，咱的校务会议的迄条，我记得是第25条，还是淡薄袂记。啊，毋过就是伫迄条内底。伊嘛是讲，伊就是无讲直接来写讲，就是咱的学生会当参与。啊，毋过伫8条的会议内底，伊是有写讲，会当有经过选举学生代表，也是咱的学生会会当直接来派人来去参加。啊，以咱学校来讲，就是讲咱的学生会，伊是一个就参像咱的政府共款。啊，咱家己另外阁有成立一个亲像议会。这个所在，学生的代议制度，代议，就是每一个班级拢会选一个人叫做班级的代表，会入来遮来做伙甲遮个部门、遮个干部，像是主席啊、副主席遮，做伙来开会来讨论一个代志。就是伫这个会议内底，咱就本地就会伫内底就会讲即学期的校务会议除了讲咱学生会有主席、副主席，阁有一寡甲这议题可能有关系的学生会的人会入去参与以外，阁会选一寡班级的代表来
甲遮个学生会会做伙去校务会议做伙去参加，各位去开会安尼。是。哦，咱看到咱即摆学生囡仔真正真牛，已经伫学校内底有即个代议的制度。拄则讲到即个囡仔人伫学校的时间吼，嘛讲到2020年迄个提案，这是伫2020年12月的时阵，有网友伫即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伫讲到要延后学生囡仔到学校的时间吼，即个提案是讲9点半到学校就会使。咱来看世界各国的这个学生伫学校的时间，美国是8点半到下晡3点，中国是8点到下晡5点，德国8点到下晡2点哦，英国是9点到下晡3点半。不过咱来看日本，日本是9点到下晡3点，台湾通常是7点半到下晡5点，这伫学校的时间，拢总是这个9点半钟吼。啊，这个提案的理由就是讲，因为这个时间遮长，所以学生吼普遍困无够啦。伫上课的时阵吼，会困去，啊影响学习吼。希望讲来学校的时间吼，为7点半到8点，延后到9点半。咱来请教张副理事长吼，这款的要求，还是讲这个提案有啥物眉角，咱爱注意？我想有几个数据可能爱看一下吼。第一个是德国啊，德国其实伊每一个邦吼，就像咱的区还是市啦吼，伊每一个邦其实伊的时间都无啥共款，所以无一定是到14点，有的嘛是到15点，有的到16点，有的嘛到17点哦。吼，所以第一个先讲一下，第二个是台湾上课的时间吼，其实应该是8点到16点，未到17点。为虾米呢？可能会讲有啊，有上到第8节，啊，毋过第8节其实是阮讲的辅导课。伊毋是伫正课内底。那即马教育部吼，也是县政府，其实拢有规定，就是讲这第8节袂当强迫老师甲学生一定爱上，所以并毋是讲每一个高中生伊拢会去上第8节，伊就是家己选。所以像我看像我是桃园服务哦，阮桃园的学校有的其实就根本就无开第8节。伊就囡仔就是16点，伊就放下，吼，啊，就看伊是要社团啊，还是讲伊要去外口啊，伊就是倒去厝诶，吼，迄拢无你管。所以你也是安尼来看，其实台湾上课时间有到9点5，其实无啦，上济到8点5啊。啊，像阮学校可能就是因为8点嘛，8点5分开始上课，啊8点算是迟到嘛，所以其实是。伫学校是算8点钟，吼，所以我想这个先讲一下。第二个是讲要为后壁，讲会当9点半较上课无？这就有一寡问题。第一吼，就是你无法度避免的，就是课纲。对，这就是我要问的，就是简单来讲，简单的数学问题。你若延前1.5点钟到学校，你唔都爱延前1.5点钟离开学校。是，所以就变讲，你即马9点半，你延1.5点钟哦。所以毋是17点，爱到17点30分。这是无法度变的，因为即马就是安尼规定，除非讲你去甲迄个课纲甲，搁去甲修嘛。啊，如果是到17点30分的话，伫像台北市可能就无啥物关系啦，因为台北市的交通较好，啊，毋过咱想有的交通就无一定啊。有的交通像伊较无方便的，像伫较偏僻的，也是像讲有的伊的较食伊的交通车的时间呢。变做囡仔，伊可能转去，像我桃园这边有的囡仔吼，伊可能单程到学校到厝的时间，伊可能要2点钟，所以变做伊转去的时阵，伊可能就有安全上的问题。尤其是像冬天啊，迄天较早就乌起来，迄咱就爱去考虑讲有这个问题。等于到厝的时间就较晚。啊，另外一个就是经常夜间部，夜间部的时间是6点，有的可能5点半，啊，差不多拢是6点开始上课。你嘛无法度搁为后壁去延啊。啊，搁有高中可能搁有像讲阮有的囡仔，伊可能伊无摕着学分，伊搁爱重新搁去修嘛。伊
可能无法度用寒假还是暑假的时间，伊可能得要用到咱后壁的时间。所以你也今日17点30分你较放，迄囡仔伊可能上课一节两节，伊其实嘛会互伊转去的时间嘛会变晚。所以也是要安尼做安尼调，其实有足侪物件要去考虑，毋是咱安尼单方面想讲，单方面想讲，咱就直接为后壁安尼严，安尼较尔简单的代志。是咱看到张老师讲到吼，有侪咩咩角角，不过咱来请教新红吼，你即马敢困会饱？基本上应该核心应该拢是困无饱啦。系啊，因为就是。这敢是因为这个规定的关系？我感觉其实毋是，甲这规定到底这上课的时间是偌久，我感觉是无关，是无啥关系。我感觉啦，咱若会困袂饱，当然啦，有一寡人可能是家己咧做这时间的管理顶悬，伊无讲管理甲诚好，所以定定拢舞到7晚8晚拢也袂困。毋过嘛是有诚侪学生，伊就是因为学校的。要读的册可能是较重，要学习的物件嘛较多。伫即款的状况下骹顶悬，咱有可能就譬如讲，咱若是一个学生，伊若有上第8节，伊5点下课以后，伊有可能6点半就准备要去补习班要来补习。补习补到可能要9点10点以后，伊转去以后，可能洗一个身躯，可能就要11点嘛。11点，伊可能就是搁要去传伊明仔载要去学校的物件，搁有一寡可能家己的代志，母的可能就要11点，像12点半要1点嘛，安尼。我家己是感觉讲，譬如讲咱头拄这李处长讲的，就是咱即马第8节就是。家己会当自由来参加嘛，毋过你看咱7点半，咱若是为7点半开始算到咱的4点，其实就是差不多是8点半钟嘛。8点半钟。若是讲参照伊即马伊想要改变的是7点半钟。过来看，若是以成功高中即马这个时阵，咱的早自习毋免去，若是为8点开始算，就是8点钟。所以其实这个时间就是拢差不多的。所以我感觉面对这个问题顶悬，咱看的就是，毋是讲这到底是要延后偌久，因为咱的课纲就是规定，就是要上遐尔多课。咱无法度讲咱无法度就是讲法改就改。所以我认为就是伫即马这个时阵，咱应该是爱先互学校来愿意来遵守教育部这个规定，因为我家己嘛知影，就是有真侪学校就是教育部伊可能有一个规定，毋过伊下骹的学校就是家己有家己的做法，安尼。好，观众朋友，咱来看新红拄则所讲的吼。根据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调查的报告，这学校超过70%的学校是违反教育部的规定哦。这个教育部的规定是啥呢？就是讲每一个学校会使伫下顶部头一节课进前安排，毋是学习的这个活动，其中吼若是规个学校集合的活动，一礼拜袂使超过2天哦。而且为着要互学生培养因主动学习，每一礼拜爱安排2天，学生爱家己决定讲，伊要参加这个早自习无，伊至少爱2天，也就是讲一礼拜至少爱2天，学生会当讲8点才到学校吼。这个根据调查吼，36%的高中无开放这个2天8点到学校对赛，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讲，学生若是无要参与这个早自习，学校是袂使甲伊处罚，干那会使用正向的辅导管教措施吼。这个措施无包括甲学生处罚，也是讲叫因去做爱校的服务，也是劳动的服务吼。根据调查，这个76%的高中幼园是有这个处罚的法则，所以讲即马学校有这个违法的状况，咱来先请教副理事长，你感觉学校安尼做敢有啥物苦衷？我一定爱帮公立学校讲一句话。是。至少我看到的公立学校，其实拢大部分都做乖的，无违法。讲正经的啦，拢无违法啦。那有这种可能是其他有一寡毋是公立学校的，较有这种
这种现象啊。是。所以，即马因为教育部其实这个规定毋是今年才出来，进前就有出来啊，所以就我知影，就是说学校其实收到这个，就开始去讨论。所以大部分应该是袂当超过2天是转校生的活动。讨论的时阵，学校老师这个要义的代志是啥？要义，对不起，听无，听不懂。哦，就是讲因咧讨论讲要符合这个规定吼，会有啥物状况爱考虑啊？还是讲若无要遵守这个决定？是绝对无可能讲无爱遵守，尤其是伫公立学校。是。基本上教育部规定啥，阮就照行。是。啊，只是讲要行的时阵有啥物？想讲对囡仔有啥物影响，阮尽量去避免。是。所以可能就会甲囡仔讲，吼，佮讲希望囡仔就是尽量莫讲，你8点才会当到，你就毋通8点你才来。因为有的囡仔会讲，我8点我就到啊，只是讲我袂登记，所以我8点1分我人搁伫外口，安尼算我是迟到，伊就感觉安尼袂使。所以阮就会甲囡仔讲，只是讲因为这个数据啦，这个因为是。我无参与安那去调查的，所以吼，这个数据我无法度去评论伊。咱来问张理事长吼，因为副理事长讲，侪学校拢足乖啊，这个数字安怎来的？敢有一寡较幼路的资料？是，我想讲，这嘛是爱甲大部分的公立的高中，真正是足乖的啦。符合规定，对，唔是讲足乖，是讲教育部的规定就是安尼，咱就来遵守。对。啊，但是讲为虾米会有私立的学校哦，佫是咧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吼，就是即摆就是甲老师啊，陈宏拄仔讲的共款，即摆的课纲吼内底的内容。实在是足多吼，大部分的老师伫学校内底，伊爱全部的内容全部爱讲了，实在是足困难的。哦，啊，佫爱考试，佫爱互学生来问问题，吼，实在是爱足侪时间。所以讲，拄仔有讲过嘛，台湾的学生到学校。即马是大部分是7点半吼，7点半伊到学校毋是咧上课哦，伊是咧创啥？伊是咧拄仔有讲休困，还是食早顿，还是足侪老师着来安排，可能是考试吼，可能是伊家己读册有读到啥物问题，着会使问吼。哦。啊，即马的修改的方向，毋是讲咱的上课的时间吼，延到。啥物时阵？即摆是讲你到学校的时间，延到8点，还是8点10分。所以讲头前的这时间，学生嘛会使去学校，啊，着家己来运用。所以讲过去咱将近40%吼，高中是没有开放，就是讲一定爱7点半到学校。嘿，啊，到学校咧创啥？毋知影，啊，可能有。淡薄学校是咧考试吼，强迫考试，这是大部分私立学校会看到啊。哦。啊，因为上课的时间就短，啊，所以讲你也是爱考试，啊，啥物时间会使考试，啊，就是早自习，吼，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所以讲，这法规、这法律爱分2部分来看。头一个是讲早自习的时间，过去就是讲爱互学生家己来安排，你即马要创啥吼？啊，你若是要读册，你若是要食早顿，迄是你的时间。啊，你若是伫学校，也是去早顿店食早顿，迄嘛会使吼。啊，袂使你无来学校坐落哈，就甲你记警告吼，这是袂使吼。啊，即摆是讲全校的。集合活动，全校性集合活动，啊，还有早自习、早自习，你若是无来正向辅导，吼，就是讲老师就甲你讲，你今仔日哪会较晚来？你是厝内有啥物代志？这是叫做正向辅导。所以讲正向辅导，嘿，正向辅导，我是想讲重点毋是咧正向，重点是辅导，因为过去的时阵，老师全部是用管的，吼。就是讲，你若是有啥物无听话，你就甲你逼。
啊，但是这会互学生足侪压力。啊，伊若是真正身体无爽快，是伊厝内有啥物代志，伊嘛无敢甲你讲。所以讲，即马咱变做用正向辅导的方式，这是对学生啊对老师嘛较好的。所以即马咱是希望讲教育部伊未来的方向，毋是讲上课的时间较晚，毋是，只是想讲咱爱互学生有家己的时间。啊，你若是家己的时间要伫厝内吼，要来坐公车，要来去早餐店，迄拢会使。吼，啊，这其实是过去就有这个规定，啊，足侪学校无咧遵守。安尼，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吼，这个数字较悬的是这个，就是有70%的学校吼，针对无参与早自习也是迟到的学生吼，有这个处罚的罚则。这款的调查是真正有学生互处罚，啊算入来，还是讲你去看学校的规定，有这条规定你就算起来？咱是伫网络内底吼，网络顶悬啊，咱是有一个问卷吼，啊，这问卷有超过4000多人，4000多位学生来甲咱回报吼，讲你的学校是安怎来处罚学生的吼。啊，咱收集以后是看到有76%的高中是阁有咧处罚，啊有无同款的处罚，有记警告，还是处罚你去摒扫，还是安怎的？这有一个数学的问题哦。76%是参与调查的人内底，70%人有回答讲有去用处罚，还是讲全国高中内底有70%人有这款的罚则？高中啦，咱是讲，若是我家己是读台北高中安尼好啊，吼啊，你嘛是读台北高中吼，你有互老师处罚，我嘛有吼，这是啊，你算一个还是两个？一个，吼，一间。所以讲，咱有76%的高中有咧处罚，啊，可能有黑数，可能我伊无甲阮回报的，可能有安尼，但是至少有76%。是，嘿，安尼这个成功高中敢有这款的规定？就参照我头前所讲的嘛。其实记警告这就是，应该是我头拄讲的，淡薄无讲非常的，就是正确啦。就是讲，应该是讲我迄个时阵提出申诉的时阵，迄个时阵是敢规定讲爱做这爱校服务啦。是。啊，做这爱校服务，啊，毋过呢，若是你爱校服务，若无去做。啊，就会换另外一个法规，就是讲啊，你无去做爱校服务，啊，正常来讲，学校就会当记你警告。这是大部分真侪学校拢是安尼做。所以其实就是讲，咱家己学校即马伫这个时阵是无啊，就伫我提出申诉以后就是无啊。啊，毋过伫较早我也未提出申诉，这个规定要伫的时阵，咱学校确实会了。是，是。咱来请教副理事长吼，根据这个数字看起来，真正有学校有这款的规定，就是迟到无参与早自习会处罚吼。啊，这款的规定是违反教育部的这个规定吼。啊，若是有这款的规定，教育部会使安怎做，还是讲学生会使安怎做？我想这先讲吼，就是讲其实对做在学校来讲，伊受到所谓的正向辅导管教。伊第一个想的就是袂当记囡仔警告啊，袂当用这种我咱讲的嘉奖啊，或者是惩罚这种方式来对学生，所以呢，伊就会受另外一个替代的另外一个方式，所以像这个爱校服务，我相信有，绝对是有的。哦，只是就讲，后来就是讲，因为教育部是这块，伊一直都无讲甲足清楚。哦，所以对学校来讲，伊接受的，伊会当收到上明显的，伊就袂去做。啊，毋过有诶像爱校服务这对学校来讲，它就是一个拢会使啊，到时看起来拢会使，所以就去做。啊，所以就这个校规出来的时阵，可能不管是教育局，还是讲那国教署，伊看学校这校规的时阵，一开始出来的时阵，伊无去甲学校做指导啊，无甲学校讲，所以做者学校其实毋是故意去做这种代志，伊是可能唔知影讲，迄个法律的界限伫倒位，所以我相信这是有，啊，毋过袂当讲是学校故意，就是故意要去做这种代志。听起来是学校方面甲学生对规定的认知无共，而且沟通嘛有问题，敢是安尼？
嘿是，所以即马教育部其实会当讲较清楚一点，好好的会当去做，安怎去做，伊较知影。另外一个嘛是爱讲，就是说，甲我回应一下，就讲，阮公立的学校其实这种对于教育部的规定，其实大部分拢是会去遵守的。是。问题是啥？问题是有的学校无遵守，就是私立的，有的私立的伊可能就无去做这种代志。是。但是教育部对私立的学校无遵守规定，其实无啥物处罚的方式。哦。就变讲有的私立学校，伊就是安尼做，伊做可能家长就感觉讲，哦，这个学校管得做严的。是。这个学校就是有咧教囡仔读册，这个学校可能互囡仔伫内底去考试啊，啥物做足侪，所以就感觉这是足好的学校。但是呢，其实伊违反规定。但是教育部无去处理这个代志，所以这嘛对阮公立的学校来讲是一个足困扰，嘛是足无公平的代志。所以，若是公立的教育部会安怎做？公立的直接的校长就记过啊。哦。就是校长啊，无就是伊的新办的老师啊，伊就直接甲处罚啊。是。但是对私立的来讲，教育部无这种手段。是。所以，阮其实伫足侪会议的时阵嘛，一直甲教育部讲，阮开足侪会吼，内底有足侪问题，其实毋是公立学校的问题，有足侪其实是私立出来的。哦。但教育部其实应该去辅导这些学校，你安怎做才是对的。是。嘿。教育部敢真正管会到，就是讲私立的学校，伊会使用法规，还是讲任何的规定去甲要求？其实伊的强制的手段。无讲介济，是，嘿，这持平来讲啊，伊会当可能公文去，还是甲讲，但是你讲，尤其有的学校，伊根本就无领教育部的补助的钱，嘿，伊根本就无领，伊就无咧插教育部啊。啊，全国教师会内底，敢有私立学校的老师伫恁的会内，啊，因的反应是安怎？这就爱看，有的学校嘛是感觉因安尼管，无要管学生。有的老师会安尼想啦，啊，毋过大部分的老师嘛是感觉讲，尤其是即马民主的社会来讲，互囡仔去安怎去做一寡民主的决定，然后咱去做，就是甲囡仔好好啊安尼沟通甲讨论，其实是好的代志。是。嘿，那所以我嘛是阮全国教师会的立场来讲，我嘛会去甲教育部讲，对于这种无遵守规定的学校，教育部应该要有较强烈的强烈的手段啊，去辅导，也是讲去处理这些代志。是，是。好，咱来请教新鸿吼，来伫成功高中内底，若是学校甲你处罚，啊，你感觉学校甲你处罚了唔对吼，你敢有啥物管道会使去申诉？哦，就是这代志哦，咱讲到就是头前所讲的，这高级中等教育法伫10月1号来施行，啊，伫即马。最近这个时阵啊，咱的教育部嘛提出一个，算是一个草案，啊，伊就是申诉后壁的这个代志，啊，会提出这个法案，就是讲，哦，就是伫一开始迄个时阵，伫法院咧讨论的时阵，伫这个附带这决议内底就有写到这项物件，所以就是这教育部就来做这这，啊，若是以即马这个时阵，因为伫伫这个高级中等教育法内底，针对这申诉，伊是也未这条的规定是也未正式来施行。啊，毋过伊内底就有写着讲，为伊修正通过以后，一直到伊施行之间，若是也未结束的申诉的案件，你是会当用教育部遐的，用迄高级中等教育法这个方式来做。啊，那这是要安怎来做呢？伊有我来先来讲较早的方式就是，咱伫咧学校内底，咱可能就参像咧主持人所讲的，若是感觉讲有一寡代志，咱感觉就是无合理，啊，咱就会当来向咱的迄辅导室来提出这申诉。啊，这申诉就是伊就会讲，哦，伫30日内底就爱开会，啊，开会以后几日内底爱做出决议，啊，结束了，因后来就咱的学校内底就会做出一个报告，啊，若是这个委员会内底，若是感觉讲，着确实你确实这个你所做的
你受到这处罚是无合理的，安尼你就会当摕这个物件去找你，可能你若是学务处甲你记讲虾米警告，你就当摕这申诉去学务处讲，哦，你看委员会庭安尼讲啊，学务处就必须爱甲伊取消安尼。在你的经验内底，这款的申诉成功的较侪，还是失败的较侪？其实我家己是较唔知影有人去提出过，因为其实对学生来讲，我感觉啦，学生连要安怎来替家己来保护家己，其实可能都无啥了解啦。唔是讲每一个人都会当知影讲爱申诉，有真侪学生其实受到处罚，可能就是私底下会甲同学讲，讲的就是讲爱非常生气。毋过可能若是伊的同学之间，若是拢毋知有这申诉这个方式。安尼最后可能就是私底下安尼，可能对学校有一寡不满，毋过讲会着，嘛是就是接受啊，嘛毋知讲会当去申诉啊是安怎？是，嘿。观众朋友，学生囡仔甲咱大人共款吼，都爱理解家己的权利。咱即马要修改宪法，互18岁的人都有这个公民权。咱即马大声先来做阵来看报道。各党在选前就已经提出了18岁公民权的朝野共识，在现在的修宪委员会，难道就不是朝野共识了吗？烦恼立法院国政党会甲修宪的时间相相信，民间团体去立法院呼吁，在修宪委员会的时阵，爱积极讨论18岁公民权，甲降低修宪条件等等宪改议题。2025年就即将要迈入超高龄的社会，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在政治的结构上面要反映自己的权利。是刻不容缓。在决策的参与，应该要让青少年的声音被充分的展现出来，而且权衡跟回应。修宪正义它应该是个世代正义的议题。我们国家的永续发展不应该再排除青少年的参政权。在立法院75项修宪的提案当中，18岁公民权是受到大家关注，有到23个提案，而且民进党、国民党、时代力量甲民众党拢有，等于是有条野的共识。赞成委员24人。反对0，弃权0，多数通过。决定依委员管碧玲等之修正动议通过。虽然国民党立委持续无出席，不过民进党、时代力量甲民众党团有达成共识，初审通过3党共同提版本，精定宪法征收条文第1条之一，满18岁中华民国的国民依法有选举、罢免等等的权利，也有被选举权，接续会送议会来表决。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讲互学生囡仔公民权进程吼，咱来看最近这对当吼，这个学生的自主的意识有来升悬哦。咱看到2010年，台南女中要求伫体育课另外的时间会使穿短裤来有一个抗议。另外，2011年伫内湖高中吼，因不准学生穿旧的制服。甲处罚嘛引起着抗议。另外，2012年吼，这个高雄的三心家长要求学生袂使去为这个安金吼，嘛致使学生来抗议，吼教育部要求这个学校爱甲学生沟通。另外，伫这个去年吼，2021年，台北市大安高工吼禁止学生顶学校外口的啉食，这嘛引起着咱的学生来抗议。嘛是伫去年7月的时阵，这个私立的美国高中吼要求学生囡仔袂使谈恋爱啦。若是发现吼，要求分开吼，这款的规定，咱请教理事长吼。学校安尼规定，敢有符合咱的法律？这绝对是无符合的。为什么会有这款的规定足侪？就是讲咱过去的时阵，伫咧学校内底，学生甲学校伊的权利是无对等的。这是为着咱过去的时阵有威权统治嘛。所以讲，咱伫学校内底，其实过去的时阵，为什么会有教官这款的角色？伫咧学校内底，就是爱甲学生爱管，吼，爱，这着讲转来，就是讲咱即卖的足侪学校内底的规定，即卖教育部就是讲，伫咧校务会议，全部的学校的
角色，全部的人员，吼，不论讲你是学生，还是你是老师，你是校长，吼，你全部来讨论，吼，来制定你家己学校爱为虾米方向去行。所以讲，咱即马看到的是外食啊，就是讲学生想要食外口的物件，吼，这是学校内底会使家己决定的。啊，不过全部的学校应该有一个咱伫咧学校就袂使发生的代志，吼，这就是亲像讲咱的禁爱令，袂使学生袂使谈恋爱的即款的代志，因为我介意你，吼，你嘛介意我，你做我女朋友，你做我男朋友，这是足自然的代志，这毋是讲老师看到哇，你两个人牵手行伫学校内底，吼。就强迫你分开。不过这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哦，就是讲学校若是会使规定你袂使订学校外口的啉食，伊是安那袂使规定你袂使谈恋爱。这就应该是两项拢袂使食，唔才对。是啊，因为讲你袂使食外口的物件，这件代志，教育部的想法是讲，这可能你食外口的物件，你会有足侪笨手啊！你学校内底无法度去处理食外口的物件产生的这类笨手。也是讲你若是食外口的物件，食物中毒，学校袂使来处理。这可能有即款的情况啦。不过你若是讲谈恋爱会有啥物危害，我是想袂到。就是讲。两个人吼两情相悦，想要做伙，这哪会去甲人管？这就甲咱讲，咱的头毛爱偌长，还是讲我要穿啥物款的鞋子，吼，我要伪装，还是无爱伪装？这是我家己会使决定的，这是我家己的身体嘛。所以讲，这过去的时阵，足侪学校哦，拢会写伫咧规定内底，吼，亲像我家己过去国中、高中拢是读私立的，吼。我的高中就是讲，你袂使染烫，吼，嘛袂使奇形怪状，吼，你敢若会使平头，这就是讲，我的头毛爱偌长，这是我家己的自由啊。事实上，这个奇形怪状嘛是无一个标准啊。嘛无标准啊，你就会想讲，哇，你两边哪会遮短？你头毛哦，顶冠哪会遮长？吼，两边就遮短。所以伊就甲伊讲，你这是奇形怪状。迄时阵是安怎处理？就是老师吼，就摕夹刀剪掉头发，吼，现场就甲伊夹掉。这是甲学生是足伤害足大的。所以讲，我是想讲，这未来来学校内底会使来讨论。这就很一个问题吼，李处长讲到学校内底校长、老师甲这个学生伫法律面顶，事实上是平等的吼。咱即马要来修改宪法，就是互这个18岁公民权的问题。最新的进展是要互满18岁的国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以及参加公投的权利哦。这个修宪案吼，1月22号这个送委员会。2月底要表决，也就是要互这个18岁的人会使去投票，有选举权。咱来看刑法面顶完全的行为能力是18岁，伫民法面顶这个成年嘛是这个18岁吼。咱18岁的人要互因有投票权，根据咱的预测吼，2023年就会使。可能上紧就会使来实行。咱请教这个新房吼，做一个强要18岁，还是讲超过18岁？我欢迎18岁啊。你感觉你准备好未？我感觉我是唔敢讲我家己敢是准备好啊。毋过我会当讲我家己是感觉欢喜的。甚至是期待的，就是讲，因为伫较早啦，咱。就是经过这威权的这个时代啊，真多的时大人其实对台政治的态度，其实拢是感觉惊吓啊。你那人有耳无嘿，你那人有耳无喙，唔通插这政治啊！这政治非常的黑暗，唔通去吸，唔通去安怎。毋过我感觉
伫即马即个社会内底，其实真侪青年，就参像这青年民主学会，伊一开始成立的即个宗旨，就是嘛是希望去推动吼真侪的青年会当去公平的参与。啊，伫即马咱看到就是参像较早，咱有真侪学生伫学校拢愿意来徛出来做一寡申诉，啊是做一寡抗议。咱就会当看到，其实学生毋是对外口的世界，对家己公众大众的这个物件，毋是讲完全拢毋愿意去干那读册尔。所以我感觉就是咱会当甲这公民权会当来调整，变做是18岁。对于咱每一个高中生来讲，虽然讲咱无一定咱投出去的每一票，无可能无一定是上好的。就是毋过就是我感觉是一个学习，嘛是一个互咱要安怎去做一个选择。是，咱的少年人真期待伊会当表达伊的意见哦。咱来请教副理事长，就你伫学校的经验，你观察即卖的少年人，因的成熟的程度到安怎？就是讲因家己会晓想代志，家己会晓做决定，吼，家己会晓替家己负责，即款的程度是安怎？差异性足大呢，就是想足够想，负责任无一定会负责任。哦，嘿，所以其实差异性足大，但是18岁的公民权其实是一个潮流啊，应该袂挡不住了，嘿。所以囡仔即马愿意去参与公共的代志，是应该去用鼓励。伫学校内底，老师甲学生、少年人讨论即款的代志、公共的事。其实是嘛足侪，尤其即马囡仔较活泼。是。伫因接收的资讯啊，嘛是比以前侪足侪。所以囡仔是愿意讲出因的想法来做伙讨论的。是。只是叫讲所以最近头前咱讨论嘛，就是讲囡仔可能对于学校的规定。是社会有一寡可能感觉无适当的所在，因愿意去讲出来，愿意去发声。其实阮是感觉安尼是好的，这是对的。只是就讲，毕竟18岁，伊是一个足重，伊很关键的一个年龄啊。就讲18岁以后，伊就成年啊，伊爱为伊家己所做的代志去负责任。啊，毋过18岁进前，其实伫任何法律拢共款，伊嘛是需要阮。去甲保护，去甲就是辅导，嘿。所以我是感觉学生如何就是讲伊争赢的权利的时阵，以及我们讲因家己的身心的发展中间的那个平衡，伊中的迄个平衡啊，要去。找到其实是很重要，是最重要的代志。唔是讲今日学生对一个代志，我就做不满，我就一定要用做激烈的方法去抗争。其实安尼嘛无算对啊，伊会当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所以我感觉即卖学生呢，阮伫学校做老师的，其实阮对即块，阮嘛是做重视，嘛是做关心的。希望希望学生会当用较正确的方式，较有法律的概念去处理因认为不满的。代志是，理事长，你感觉即摆的高中吼，应该爱安怎用教育，还是用辅导来替咱的学生来做准备，摕到18岁公民权，爱做决定、表达意见？是，其实我想要来嘛是讨论一下，是就是讲为什么是18岁？18岁，咱回忆一下吼，是高三3年的学生，也是。大学1年的学生，所以讲过去咱伫课本内底就有学过嘛，就是讲咱刑法若是你犯罪，你就18岁你就爱负责任嘛。嘿，即马是讲民法嘛是安尼，若是全部就是讲18岁你家己爱负责任，即马是为虾米你袂使去投票？所以咱就爱互。学生即个权利以外，咱嘛爱甲伊讲吼，你家己投票的时阵，你爱去看吼，虾米款的即立委还是总统的候选人吼，是有真正有即个证件吼，是你介意的，这是
伫咧学校内底，咱嘛爱去教这学生的。所以咱即卖公民教育已经有咧学讲，好，咱的政府体制是安怎吼，咱的选择是安怎啊？但是真正咱咧看吼，是倒一个总统候选人是较好，这爱讨论啊吼，毋是讲你18岁以后你就会足捌的。你的经验内底，即摆学校内底敢真接讨论这？我是想讲过去可能也是足少的啦，所以我是想讲即摆的学校内底足侪足认真的老师吼，开始咧安排讲，有啥物款的方式会使互学生。过去咱有看过啊吼，学校内底举办模拟投票吼，足侪公共事务大家来讨论。哦，你讲的可能是对的吼，可能是有道理的吼，你嘛会使去投票。所以这款的潮流是全世界的潮流吼，所有国家、全世界的国家，敢若台湾是18岁袂使投票的，所以这是咱未来的较毋是讲进步，是跟上国际潮流的方式啦。是对别人，已经是咧对别人行啊吼。是。好，真感谢。